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Karina。咁新鴻基嘅西沙嘅項目就賣得如火如荼，但係有啲客人始終都會覺得嗰邊位置比較偏遠啲。而我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另一個發展商推出咗一個精品項目，係可以步行到去火車站嘅。咁咧項目咧就主要提供開放式一房同埋兩房嘅單位。咁同大家上去睇示範單位之前，希望大家俾翻個 like 同埋訂閱翻我個 channel 啦。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嘅樓盤係由永泰同埋萬科發展嘅 Uni-Resident 項目，一共提供240伙，主打開放式至到兩房嘅單位，實用面積就會由286尺至到636尺，而呢個項目嘅關鍵日期就會係出年嘅9月30號。項目位於大圍站同顯徑站嘅中間，距離兩個站嘅步程大約10分鐘左右。而鄰近有個顯徑商場，就會有齊街市、超市、食肆等等，提供生活所需。而家就出發同大家去睇示範單位。今次發展商就做咗一個兩房同埋一房嘅示範單位。咁我咧就會同大家睇呢個394尺嘅兩房單位。咁一入到單位咧，就會係一個客廁嘅位置啦。咁客廁咧就會配備翻個淋浴間。咁我哋入到嚟咧，本身發展商咧亦都已經配置咗咧一啲嘅櫃位，咁咧就可以放翻鞋，做翻一啲儲物嘅空間。呢個單位嘅樓底咧就會去到3.325米高，兩房咧就會都係配備翻個開放式廚房啦。廚房嘅台面咧都係配備翻一個電磁爐，咁跟住就再有一啲洗衣機啊、雪櫃，跟住上邊咧都會做咗一系列嘅儲物櫃。呢度下邊咧就會配備翻一個蒸焗爐㗎。呢個客廳嘅間隔就比較方正，咁呢度闊度咧就會去到2.4米，咁呢度大概成個深度咧就會大概4米左右。咁單位就會配備翻一個3合1嘅露台。咁我哋入到嚟呢度就有2間睡房，咁我哋睇咗細呢間睡房先。咁睡房咧就會大概係2米乘翻2米嘅闊度，咁啊有一個大窗啦。咁我哋嚟到呢度咧就可以做翻個主人房。呢個房間咧就會配備翻一個曲尺窗啦，咁啊增加成個房間嘅採光度。咁我哋咧就再去睇埋呢個項目嘅一房示範單位啊。咁再嚟咧就會同大家睇到一套293尺嘅一房單位。咁呢個項目咧，全部嘅門鎖咧都會配備翻一個智能門鎖啦。咁我哋入到嚟咧，咁呢度就會係首先我哋個浴室位置啦，浴室都係配備翻個淋浴間。呢個一房單位配備翻一個開放式廚房啦，咁啊廚房都係會有齊晒櫃啊、蒸焗爐，咁咧但係就呢個咧就會係一個比較細少嘅半身雪櫃啦。咁我哋嚟到呢度咧，成個客飯廳呢個闊度咧就會大概係2.3米。咁我哋就睇埋睡房區嘅位置啦。咁呢度睡房咧都係同樣都會有一個曲尺窗啦，就可以增加房間嘅採光。咁房間呢度咧個深度就會去到2.5米，咁呢度咧就會大概2.1米左右。一房嘅單位同樣都係會配備翻一個3合1嘅露台位置。咁呢個項目咧，所有單位發展商都有個細身位嘅。咁喺露台位置咧，就特登做咗個扣，咁咧就喺度開門嘅時候就可以扣翻去啦。咁啊變咗咧，有風嘅時候就唔使驚到門會吹翻埋嚟啦，亦都唔使驚有小朋友啊嗰啲會夾親手。咁成個露台門咧，兩邊門咧都可以完全打開嘅。喺拍攝示範單位呢一日，發展商亦都同步出咗價錢啦。項目嘅一房單位就會由410萬起，兩房嘅單位就會由571萬起。
咁我今日嘅介紹就嚟到呢度。如果大家對呢個項目有啲咩想查詢嘅，就歡迎隨時撳翻下邊嘅連結聯絡翻我。咁如果大家中意條片嘅，就記得俾翻個 like，同埋記得訂閱翻我個 channel 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